后来继续来到南投德山，有民众甲朋友伫咧厝内底客厅咧开讲，突然间听到嘣一声，本来想讲是机车倒去，结果出门一个看，竟然是一只150公分长的青豆丁弄到因兜的门。大家虽然是胆胆，也是合力甲抓起来，交农业处来处理。 一只青豆丁为边仔的空地仔撞出来看东看西，这个时阵边仔一只狗仔看到了后盖飞，青豆丁惊甲开始乌白走，唰咧就弄到边仔的徛家厝。踹一条啊！嘣一声，民众赶紧走出来看，嘛看一个转两脚，一只150公分身长的青豆丁出现伫咧门口口。 大家互相相帮伴，有人摕棍仔，有人摕地仔，大牛无手力，才把这只青豆丁抓起来。怎么会有出现这个？我们这边山上哪有那种动物啊？从来就没有看过啊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下晡南投德山，厝主讲当时一群朋友当伫咧泡茶开讲，雄雄听到门口口有弄到声音，本来就是乌托邦倒去，结果一个看是一只真大。 只青豆丁，虽然看起来真恐怖，不过嘛是赶紧给抓起来交予农业处处理。接获的通报，竹山部分是属于零星，1年大概就是不到1件或是1件左右，所以目前判断起来应该是还没有族群，但是还是要密切的观察。农业处强调，青豆丁伫咧南部地区造成严重农损和生态破坏。虽然南投地区敢若看到几只，嘛是未当代替，会建立监测系统，避免这只酷斯拉继续大量生产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